虔诚的听众，老早。现在是正觉之声空中播报节目时间。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讲解呢，就是解说甲正文第37页。解说甲正文第37页，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4节，就是解说甲对头算倒来第4节，就是解说甲即念以为功课者，何以模样爱密？即马就是要来说来解说下面。下面就是达曰：若然者，但得解义不如上经也。斯曰：经有何故？机将念念，只为迷误在人，损益有己。口上心行，即是专经。口上心不行，即是被经转。天无记曰：心未法华转，心悟转法华。上经究不明，依义作受假。无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有无记不记，中义别牛机，这呢就是慧能大师啊，搁在甲这位发达的一番的问答。因为在这边，慧能大师已经对发达讲了，讲你若是牢牢执念，就是讲执这个念经。当作讲，这就是你唯一的功课。也哪呢？就甲迄个模样爱惜迄个马啊，无差别。意思就是讲，你念经是爱念，但是呢，却袂使你有所执着。因此，这位发达呢，就生一个疑问啦。讲若然者，若然者就是讲，假若若是参像照你安尼讲。讲但得解义不如上经也。讲哪呢？只要会当互来了解迄个意义，就无需要啊来伫咧辛苦，来伫咧上经，是毋是呢？不如就是无辛苦的意思。因为在前面，慧能大师有甲伊讲。讲你安尼上经是上3000部，但是呢，你却是执着在书上的经这个所在，这样呢这就毋对。尤其是在前面啦，慧能大师真正无客气甲伊讲，讲你描作发达，法本来是真正通达，但是你的心呢？根本啊就无了达，在前面啦，祖师啦，对发达的上经，也因为上经生起这个傲慢心嘛，就深深甲伊误贴。因此，听到这个所在，这个发达才问伊啦，讲也若是安尼，甚至是毋是只要了解经中的道理就可以了？无需要辛苦来上经了呐。下面史曰：经有何故？机将念念。慧能大师就甲伊回答安尼讲啦，讲经典有啥物款的过错？这个过就是讲过错，就是讲这个经典呐，伊是无啥物款的过失，
无啥物款的毋对，伊哪里会去障碍着你的正念呢？经典本来是袂去障碍着你的正念。经典的本身呢，绝对是无毋对，所以才讲做经有何过，起障念念。讲只为迷误在人，损益有己。讲只是因为迷误在人，迷误在人就是讲迷或者是误在咱人。损益有己，就是讲你得到损失，或者是得到利益，这拢是由着恁家己自己。意思就是讲，经典本来就是好的物件。毋过呢，你若是迷，上经有损；若会晓误，上经是有益。也误或者是迷，乃是在咱人的本身，是损是益，是由咱家己自己。所以才讲做迷误在人损益是由己。迄边讲口上心行即是转经；口上心不行，即是闭经转。讲假若喙上经，也心呢会当照咱去行，这就是转经啊。喙上心袂当照咱行，那结果呢就是互经所转。所以，佮做讲做口上心行，这就是讲，当咱喙咧上经迄个时阵，咱的心啦，会当好体会经中的意义，照经中的意义来去实行。安尼那就是转经。这个转经的意思就是讲，经典的道理就互咱应用着。遐你喙伫咧上，但是你的心呢，无照咱去行。也若呢，咱就袂晓来应用经典的道理。不但是袂当应用经典的道理，可能因此生起恐高傲慢心。安尼呢，所去互经典的道理甲你转去。咱用转去就是像发达安尼，发达。就是自己认为讲，伊会当好上经3000步，伊自己认为讲，伊真了不起，所以结果呢，才会真恐高傲慢。这个就是闭经所转。若做慧能大师讲这个道理了，就搁再对发达讲啦，讲天我机月。机甲月迄个中间的一个音符一个标点符号呢，甲伊去掉，这个毋免。讲你呢来听我讲这个机啦。这个机是啥物呢？讲心未发法转，心我转法法。讲上经救不明意义作受觉。这个心迷发法转，就是讲你心若是迷就是互迄个法经甲你转去。这个心迷互法经转去，这就是咧指发达咯。当然除非发达以外，无论什么人，只要你若是心迷，都拢去互法经甲你转。互法转啦。或者是互金刚经转互其他经典转，拢是共款的意思。这位发达，伊虽然是上经上遐久，根本呢无了解法经的道理，所以上上了呢，只有起这种的慢心，这就是心迷啦，去互法经甲转。在过去呢，也有真正侪人。因为无了解《金刚经》的道理，无彻底了解，所以上《金刚经》了呢，
就去互即个金刚经解转。啊，咱互金刚经解转呢？因为金刚经内底呢有一个讲即个空的道理，但事实上金刚经内底所讲的是讲迄个中道的道理啊，就是真谛、俗谛、中道谛，应该就是咧讲即个中道的道理，毋是完全啊，干那伫咧讲即个空。毋过你若是无了解的人啊，看到《金刚经》讲迄个空迄个所在，结果呢就去互迄个空的意义甲你迷起来。安那迷法呢？在平常时阵，伊无看过即个《金刚经》，伊是讲咱要学去修行啊，就爱来持斋啦、拜佛啦，好好来去修。即马一个看过《金刚经》，讲都空啊，逐项都拢空。啊，修行嘛是空，啊，持斋嘛是空，拜佛嘛是空，害啦！一切空了了，所变成一种圆空，一种哈达空。因此呢，本来伫咧持斋，所毋免持斋啦；本来是咧拜佛的，所也毋拜佛啦。安尼呢，就是心迷去互迄个金刚经所转。所以咱伫咧研究经典道理迄个时阵，对经典的道理爱真正确实深入的了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现在是呢，有真正侪人，虽然伊讲伊了解佛法，或者是讲了解密宗，或者是了解坐禅，但事实上，你若是甲伊谈论的结果呢，拢是属于皮毛之见。就是讲，敢若了解一个皮啊，伊啊话呢，伊皮毛之见，佮因此啊来产生迄个错误，无讲确实的了解。也哪呢？因为伊自己认为讲伊了解啦，伊不但是讲伊毋肯搁再进一步接受这个善知识的开导，毋肯进一步来去看过去祖师大德的注解啦、语录等等。以为讲伊安尼真熬，结果呢，伊也就是出去啊，胡白讲也要去度别人。那别人结果若是听伊讲呢，变成就是一个青梅牵一大堆的青梅，大家呢拢跋对花坑内底。那就是讲，因为自己无了解佛法，所以度人伊嘛是共款的，以这个毋是正法来度人。结果啦，自己对落，造成其他的人拢共款是对落，这是一个真正危险的代志。经典内底的意义，毋是遐尼正容易了解的物件，应该是爱好好多亲近善知识，多在善知识的身躯边，接受善知识的教导，安尼啊，才袂去产生错误。心迷法华转，心迷呢也由金刚经所转，心迷更加由其他所在经典所转，那就是讲你自己的心迷啦，所以看经典了呢，就变成一种曲解；上经典了呢，也变成一种曲解。实在经哪会甲你转呢？乃是你自己啊。对于迄个经迷去，你自己的心先去这种曲解出来，也先去曲解就等于去迄个经甲你转。迄边讲心悟转法法，讲心若是会当悟呢，就会当转法法。法华经内底所讲的道理，你会当来体会，会当摕来用，这就是属于心悟转法法。咱约这位法达来讲，伊的心迷和法华所转，伊就甲心内当好悟来转法华。简单的摕一个事实来说明，在《法华经》内底有迄个上不轻菩萨品，这个上不轻菩萨品内底所讲的，就是有一位上不轻菩萨。凡是看到人，都甲人恭敬，都甲人礼拜，
讲我毋敢轻慢你，因为你会成佛。但这个法旦呢，对这个所在已经上了3000遍，就是讲对这个道理看过3000遍，看过3000遍，完全无体会，所以伊有这个慢心。看到慧能大师呢，严请将头壳甲摆甲涂骹落去，这就是心未发法转咯。假如若是有误啦，那既然上不轻菩萨看到人，就甲人礼拜，讲我毋敢轻慢你，你也拜当成佛，将每一个人当作佛，安尼来去甲伊看待，读到这个所在，上到这个所在。若是确确实实会当体会，咱过去啊，可能会看人袂起，对人呢也看大细汉，有当时阵会轻视人。咱若是看到经典了，咱会当体会讲每一个人佛性拢共款，每一个人未来拢会成佛。从今以后，毋通看人大细汉，无论倒一个人，爱甲伊当作讲做佛，当作就是佛来甲伊恭敬。你若是会当安尼，就是叫做心悟转法化啦。所以心悟转法化，或者是心未法化转呢，就是一方面你心未不但是未晓体会迄个道理来甲应用，搁再呢曲解迄个道理，也造成你家己本身的骄傲或者是邪见。若是心悟转法化呢？就是讲，因为你心会当好了悟，你会当好体会经典的道理，所以你就会当好自迄个道理摕来应用，应用在日常的修行中，以这个呢作为你的修行的指导。迄边讲上经究不明依义作受家，讲你上经真久，但是呢不明。不明呢，就是讲你对这个道理你袂当好来明了。虽然是讲上经上真久，但是对经典未明了，就会发达上经上法华经已经3000部，当然这是真久啦。但是伊确实未当好明了这部法华经的宗旨，这就是叫做上经究不明，依义作受家。这受就是圆受，义就是道理，就是讲你上经上汉的真久，但是对经典的道理无明了，所以结果呢，你也照甲这个经典的意义来做迄个圆受。为什么讲该做圆受呢？因为你无了解迄个道理，你变成呢先去控告。先去一种邪见，那这呢就变成讲甲迄个经典的道理来做对头啦。经典的道理本来是爱你先去正见，经典的道理是爱你谦下，爱你呢对每一个人都要恭敬，都要尊重。你确实袂晓，这就变成甲迄个经典的道理来去做冤家啦。下面。讲无念念即净，有念念成邪。有无记不记中义别念记。无念念即净，伫遮所讲的这个念呢，就是这种妄念，就是讲你无有一个分别念，要来去念经，安尼就是净。就是讲，你会当好来无念无作来去念经，这呢就是正心念经。要怎好做无念来念经呢？当你发心伫咧念经迄个时阵，你莫起一个心念，讲我现主是伫咧念经。你看我现主是已经念了3000部啦，你看我功德真大。莫起即款的念，莫起即款的念，但是你确实安那发心伫咧念经，安尼呢，
这就是正。这个正也使该当作讲，安尼来去念经，这就是正确的啦。安尼就无毋对。有念念成邪，讲你有一个念来念啦，就变成邪。有念就是讲有一个有无之念，啥叫做讲有无之念呢？咱即马甲别人来比拼一下，你看我有伫咧念经，别人无伫咧念经，我有伫咧修行，我有伫咧用功，别人呢拢无修行，别人拢无用功，那这呢就是叫做有念。有念来去念呢，这个念就变成邪，就是讲变成一种这个邪心。那你这邪心念经呢，结果就互这个经典所转，叫做讲做有念念成邪。下面有无记不记，中义并有记。讲这个有甲无呢，拢无该计较。那有甲无拢无该计较，安尼呢就会当互来中义并有记。意思就是讲，你无需要去甲计较，迄个是有念，或者是无念。这个应该就是讲，将迄个有念到无念，但是你毋通执着在迄个无念之中。这就是有无记不记。你会当有无记不记啦，你就会当好呢，永远来驶这个白牛车。这个中义，这个义就是该驶的意思。永远呢来驶这个白牛车。这个白牛车是啥物呢？这个白牛车在咱这部《法华经》内底就是譬如一乘实相，就是譬如一佛乘。所以中义白牛记应该呢，就是讲你将这个有念转入去无念。连迄个无念无执着迄个所在你呢就是永远在迄个一佛乘迄个所在伫咧用功修行，这呢才有符合着一佛乘的道理。所以这名叫做讲做中义并有记。在这部《法华经》内底有伫咧说明阳基啦、乐基啦、牛基。大并有记，这本来是一个长者对遐囡仔的一种的这个教法。那所譬如就是讲，咱教主释迦牟尼佛对咱众生的教法。有一个长者伊有一间厝，这间厝已经火烧，已经要倒落去一寡囡仔搁伫内面伫咧耍，该话讲火烧这囡仔呢还搁毋走出来。这个长者想讲，这囡仔足爱耍迄款的小只车、羊仔车、骡仔车、牛车，都该讲较紧外面有迄羊仔车、骡仔车、牛车伫外面较紧出来外面去耍迄囡仔听着讲外面有通耍呢，赶紧就拼出去。拼出去了后呢，结果迄个厝就倒落去这就是咱世尊教化众生的一段譬如。就是讲，你只是甲伊讲，这个三界无愿犹如虎体，这是一个真危险的所在，赶紧来去了生死成佛道结果呢，伊无兴趣，咱众生呢可能听袂入所以呢就教你来先修这个三乘法，来修三乘法，你会当修，当然呢就会当好来跳出这个三界这个譬如咱在后面再来说明。所以这个大白牛车，就是讲一只真正大只迄个白牛来拖的一只车。这只车呢是一只真正好的车。那这只车内底当好载足一人，迄只白牛呢真有力，拖这只车呢拖去真正安稳。你会当互你真正安安然然到甲你要去迄个目的地去。即马伫这个所在，慧能大师。对于发达的启悟这个启示就是讲你心若是白，就法华经甲你转；心若悟，会当互来转用法华经。上经虽然是讲上
介久，但是道理若无明了，甲即个道理变成结缘受。你爱将即个有念转入去无念，连即个无念也无执着，那安尼呢，就会当刻入去一佛性。即个一佛性呢，正正就是《法华经》内底所甲咱启示的学规修行最高的目的。注意听听众，就请咱各位暂停1分钟，我再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